各位嘉賓、各位同業各位朋友，咁今次嘅會議咧，咁其實都成功咁樣舉行，咁亦都睇到咧好多餐飲行業嘅朋友咧，亦都係好積極咁樣為碳中和呢個目標而做咗好多功夫。咁今次有關嘅政府嘅基金同埋餐飲聯咧嘅合作咧，咁我希望咧即係一個引子咁樣係可以帶動到香港嘅餐飲業咧更加做多啲同環保有關嘅工作，令到即係我哋所定嘅2050年嘅目標咧係可以達成嘅。咁頭先咧聽到3位嘅講者咧都分享咗唔同嘅睇法，同埋佢哋喺工作上咧嘅一啲分享。咁首先咧，我都想問下 Carrie 啦，因為你第一個講者。咁因為環保署咧過往咁多年嚟都積極咁樣去推動碳中和呢個目標㗎啦。咁香港政府亦都喺定咗2050年咧作為我哋呢個碳中和嘅目標。咁過往嚟講咧都做咗好多功夫嘅。咁頭先即係其實我想你咧同我哋賣下廣告啫，因為初期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個組織後嚟咧就改咗名做3050，係有啲叫3050綠色餐飲伙伴計劃啦。咁呢個亦都係由環保署即係牽頭去做嘅，同餐飲業嘅一個相關嘅計劃嚟嘅。咁亦都係希望咧係可以從廚餘呢個大嘅議題咧，從一個回收點樣去減少廚餘點樣去減少個浪費等等咁樣，然後再伸展到好多其他唔同嘅環保嘅範疇嘅。咁我都想借呢一個今日嘅時間咧，俾你介紹一下，咁同埋咧點樣去我哋呢一個即係同環保署嘅一個合作。餐飲業因為呢一個計劃咧，其實除咗餐飲聯之外咧，仲有幾個飲食嘅商會一齊去支持呢個活動嘅。而家目前咧都有百幾個組織咧加入咗呢一個團體㗎啦。咁對推動廚餘同埋一個 ESG 碳中和呢個目標嘅話咧，我希望係可以發揮到一個作用嘅。咁你講一講啊。唔該曬，黃教授。每一年啦，其實12月咧都係一個重要嘅日子，就係頭先所講嘅3050呢一個同餐飲業呢個合作嘅一個伙伴計劃啦。我哋會有一個大型喺會展嘅一個展覽，同埋一個交流會啦。咁當中咧，其實我哋邀請咗好多講者啦，或者係環保署嘅同事啦。業界啦，好多專家啦，其實嚟講解餐飲業同碳中和或者同環保有關嘅一啲議題嘅。咁其實搞咗4年啦，係咪啊？嘉樂哥都係啦，4-5年咁上下啦。其實每一年都有好多支持者。咁我哋嘅議題亦都每年都會唔同嘅。咁所以其實當中我見到好多參與者啦，可能好多食肆嘅朋友啦，即係工商界嘅朋友，其實嚟到之後，其實佢都清楚多咗，其實佢有啲乜嘢途徑可以去做到。我好記得上年其實有講過，就係話即係ESG 方面，其實大家都唔知點樣去做喎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喺上年嗰個會議入邊咧，又加多咗好多 ESG 嘅議題，講翻俾大家聽，其實大家可以點樣去處理可以去做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個好好嘅環節啦，可以去俾大家去參與。咁所以嚟緊呢一年嘅12月，亦都會同樣地有呢一個會議啦。咁我哋都希望可以透過呢一個咁大型嘅展覽啦，大家多啲嚟參與去。睇多啲真係落地啲嘢係點樣做，或者有啲咩新型嘅一啲科技可啱大家去做減碳、做環保嘅。咁我覺得
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大家一個交流嘅平台，可以知道即係我哋亦都即係譬如政府啦，我哋都想知多啲業界其實嗰個需要啦，同埋嗰個難處喺邊度嘅。咁透過咁嘅方式，我哋亦都可以大家都知道大家有啲咩新科技可以點樣再行前。咁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即係我諗過2個月啦，即係有資料再出嘅時候，大家見到都希望大家踴躍參與咁樣咯。咁啊，多謝阿 Carrie， 因為呢個組織咧喺實際上喺2018年咧差唔多年尾嘅時候咧已經係成立㗎啦。咁但係因為疫情關係啦，其中有一段時間咧就冇乜特別嘅推動。咁但係咧即係之後咧，咁我哋都非常之積極咁樣希望係可以用環保嘅議題同埋碳中和嘅議題咧係向業界咧係去作多啲推動嘅。特別頭先都好似初Winston 主席所講，有啲食肆咧真係唔知咩叫碳中和咁樣。咁所以我哋亦都係不斷咁樣係要做一啲宣傳啦、教育啦，令到業界咧係積極咁樣參與。咁喺呢一方面呢，其實我也想我馬上要裝呢個channel 啊，因為問題就是剛才你說的這個paperless 這個事，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事，因為我現在在我的家裡面，我還收集了很多這個餅卡啊。還沒有用啊！要是把這個餅卡把它換到這個 electronic 的這個 coupon 的話，這個就可以。那麼其實你們現在也不用印刷這麼多餅卡的話，這個肯定你的成本就減低了。為什麼你不減價？很好的問題啊。其實因為美心在香港發展已經有幾十年了，明年將會是我們那個週年慶啊，60週年慶。然後的話，那我們其實50年前都還有發那個餅卡，但我們現在還會給客人去對的，所以這一點的話，大家盡可以放心。是啊，我就是有一些餅卡是20、30年前的餅卡。對，現在還可以換啊。我覺得這個很好的一個議題，我到時候帶回去，我們到時候公司內部商議一下，如何去把它能夠以那個 e-coupon 或者是 e-voucher 這樣的形式，然後再轉過來。是啊，對。好。其實整個美心的話是非常注重這個 ESG 的這個為業界去做貢獻的。對。然後我們剛才分享了，就是我們業務單元非常的多，然後有不同的中菜啊、日菜啊，還有西菜啊。所以的話，我們其實是通過不同的業務單元都在有專門的同事去負責這一個板塊。同時的話，在集團的話也有專門的一個項目組，去推動這個 ESG，在公司整個集團的這個層面去推進。對。美心是在香港是一個龍頭的這個飲食集團，那麼你們這個每一天呢所生產的這個廚餘或者是很多關於這方面的是很大量的一些廚餘，你們怎麼樣處理？另外一方面，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你開發這個 digital 這個做法，是迎合你們集團的因為你們自己有這麼多的資源可以發展這方面，可是香港有17000多的餐廳，都是一些中小型的餐廳，他們沒有這麼多的資源去發展這個 digital 這方面。你有什麼的這方面的看法？還有怎麼樣可以建議他們有哪一方面可以做？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說美心集團如何去處理這個廚餘的廢料。
那我們的話應該是有一個專門的這個小組去定時的去監測每一個餐廳的，就是它的廚餘的廢料的後續的這個處理。因為我不具體負責這一塊，但是我非常確定的是說，我們集團內部是非常重視這一塊，然後同時把每一家餐廳和每一個業務 BU 的這個具體的，它每一個季度的這個廚餘收集了多少，然後有多少是減廢，這樣的一些數據都會去進行集團內部的一個管理層的分享。同時的話，我們還會出具相應的 ESG 的報告，這個的話其實是公開的一些資料，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可以去網上去搜索。第二個問題應該是剛才講是說美心集團比較大，所以它有這個資源去開發 digital 這一塊。對，確實是一個是迎合現在整個科技的發展，以及消費者就 user 他的這個使用 online 或者是手機的這樣的一些 mobile 的 solution 的這樣一個趨勢，我們會去做這方面的一些轉型，就我們叫 digital transformation。那確實在這方面的話，要花那個很大的這個投入和資源進去的。那我們現在的話，在目前階段，還是在我們集團內部去開展這方面的這個工作，然後希望能夠通過這些新的 digital 的 solution 去賦能給我們不同的業務的 BU。但您剛才提了一個很好的一個問題，就是說如何去讓這些單體的餐廳吧，就一些規模比較小的單體的餐廳，那他們能夠有能力去開發 digital 這一塊。我覺得可能在未來，我們有可能會去開放這樣的，就是相當於是一個開源的一個平台去做使用。這個也是其實在我們的討論的就管理層討論的範疇之內。當然這個要看未來的業務的發展的情況如何，再做具體的決策。你應該要把這個軟件賣給這個一些。它也不是，可能也不是賣，就是說相當於是一個加盟的形式吧。比如說啊，就是說這個是我們之前討論過的。就是說，比如說我剛才分享的這個 Etizen 的這個平台，它是美心集團的，目前就是美心集團來開發的這樣一個資源。那如果是說一些單體的餐廳，它願意加入我們這一個平台那它就可以進到這個平台裡面來，去觸達它的消費者，或者說提供相應的排隊點餐的這樣的一些功能。但這個的話，還是要肯定先把自己的事情先做好，然後再服務這個社會。對，然後看怎麼樣跟其他的業界的一些夥伴進行結合。謝謝 Eileen。Michael， 我又要立一轉翻個台先，都可以嘅。喂，我想問下你，頭先你講咗好多關於你公司你酒店啦，同埋你其實個集團嘅一啲點樣處理整個同 ESG 有關嘅一啲事。咁但係咧，反而或者我聽漏咗啦。對嗰個點樣令到啲客人喺嗰個廚餘嗰方面唔好即係因為成日我哋話喂食幾多叫幾多，唔好嘥之類咁樣。咁你特別酒店嘅話，有好多啲即係 buffet 啊。喺呢一方面啦，咁會唔會有即係嗱？頭先我都睇到你有40幾個% 咧嘅廚餘，同埋一啲即係食物嗰方面係廢咗，即係浪費咗。咁點樣係可以喺呢一方面再減縮一啲咧？即係呢一個可能，譬如好似舉例頭先你講 Lily 嗰隻咖啡叫做伊利係啦。咁你都有用咁多伊利咖啡豆，咁啲咖啡豆出嚟之後變咗咖啡渣，咖啡渣你有冇做其他嘅一啲用途？咁樣咖啡渣嗰度咧，而家咧我哋就會留翻去咧，就俾自己嘅花園咧，我哋做肥田料。係啦，咁樣咧，其實咧，我哋之前咧就想同一個園林嘅公司合作嘅，交俾佢嘅。不過咧，嗰個園林公司咧就需要我哋儲好多先交一次俾佢。咁樣我哋冇咁多地方去儲存咁多，
所以咧就我哋寧願每次收集咗之後咧，就攤一陣啦，攤幾個禮拜度啦，之後咧就俾我哋自己花王咧就做肥田料咁樣用咗佢咯。咁樣咧buffet嗰度咧，我哋點樣可以減呢個 food waste 咧？咁樣其實咧而家我哋第一啦，我哋做 semi buffet 啦，咁樣咧比 full buffet 咧已經係減咗好多噶啦。咁樣咧第二就係話咧，我哋將嗰啲 portion 咧全部咧係做獨立 portion 去 serve 啦 ，instead of 一個大煲咁樣俾佢哋任夾啦。因為咧，如果你個大煲俾佢任夾嘅話咧，at the end 咧我哋收康嗰陣時咧，嗰啲咧其實唔可以再用翻㗎啦。咁咧不過如果我哋 serve individual 嘅話咧，咁樣咧有啲咧我哋仲可以保留，咁樣咧就唔需要全部抌晒去，係啦。咁樣咧仲有咧，譬如話廚師咧會衡量過邊啲 buffet leftover 嗰啲咧仲可以用得嘅。咁樣咧，我哋盡量咧都拎去飯堂咧，俾員工即刻當日食埋佢噶啦，就唔會即刻倒咗佢先嘅，倒咧會係最後噶啦。係啦。咁另外一方面，因為你哋又係酒店啦，咁酒店服務嘅話，房間裏邊咁而家環保署都積極去推嗰個走數嗰方面。唔係話走錢嗰個數啊！咁你走數嗰度，咁你哋已經係我估計係全部已經係根據翻環保署嘅一啲指引，或者甚至你哋更做多啲㗎，係嘛？係啊，其實環保署俾我哋嘅指引咧，已經做晒之餘咧，咁樣咧，譬如話有啲佢冇 mention 咧，我哋都做埋㗎啦。譬如話咧，你見得到酒店咧好多衣架嘅，木衣架嘅。咁咧，我哋連木衣架我哋都唔用啦。而家我哋用紙衣架嘅。咁樣嗰啲紙嘅衣架咧係好硬嘅。咁樣咧可以循環用好多次嘅。所以咧就令到咧成件事咧感覺上更加環保俾。同埋我哋嗰啲拖鞋咧大部分嘅酒店咧都會都會用啲薄切切嘅拖鞋嘅。咁樣咧我哋唔係嘅，我哋用一啲咧你着完之後可以帶翻屋企繼續着嘅。咁樣個 quality 咧係絕對可以着1年。都唔需要抌嘅，咁樣令到咧嗰件事咧，好多客咧都會自己拎翻走啊，就唔會即刻抌咗佢噶啦，因為太靚啦，係啦，所以咧就我哋連呢啲都會諗埋咯，係啦。其實都係嘅，即係我都經常出外啦，咁無論公幹又好，自己去旅遊又好，去啲酒店，去好多地方，哇！見到即係我成日收集好多啲垃雜嘢嘅，咁好似啲拖鞋咁樣，哇！我屋企成幾十對拖鞋嗰啲，我循環再用啊嘛，我又唔想抌啊，都嘥咗啊嘛。譬如好似啲嗰啲牙刷啊之類咁樣，我又唔捨得抌嘅喎。我用完之後，我用一次1晚咁樣，咁我就會抌咗佢唔得喎。我又收翻屋企，所以咧我成幾百支嗰個牙刷喺我屋企嘅。我哋都想啲人客咧自己拎走喎，嗰個即刻抌咗佢嘅。喂，嗱，講老實啦，環保署呢方面咧，你睇下點樣去推動一下，喂啲人就攞翻屋企又好，點樣令到咧喺走數嗰度更可以行多一步。大家都可以考慮下，如果真係成日出外咧，一啲即係譬如話牙刷咁樣咧，可以考慮自己帶嘅都得嘅。咁你就唔使喺酒店去攞啦。即係呢啲方便嘅啦，當然唔係大件㗎啦。咁我覺得生活上咧，其實都可以諗多一步，行多一步啦。好多嘢其實未必係即係只要你行多一步，其實你就會減少咗嗰個廢物咁樣樣咯。咁啊睇心思嘅啫，真係。係你講得好嘅，不過咧我年紀大咗咧，有時唔記得嘅好多嘢咧，即係諗住不如自己帶嗰個牙刷啦咁樣。但係咧執行李嘅時候咧又唔記得咗咁樣，變咗又再攞多一支牙刷翻屋企。咁但係姑勿論咁點咧，因為時間嘅關係啦，咁亦都睇到咧，即係喺業界嘅推動環保呢方面咧，其實我哋都係好積極嘅。咁雖然而家咧即係整個餐飲業界，包括埋就算酒店嘅行業啦，咁我哋咧亦都係希望咧將即係碳中和呢一個議題咧係盡量做得更好，咁令到香港咧喺嗰個整體嘅生活嗰方面咧就更加美好嘅，因為香港始終即係我哋都熱愛香港噶嘛，我哋都唔想香港
即係好似一個即係人哋覺得我哋唔環保啊，各方面，我哋做一個綠色嘅城市，咁呢個我覺得咧係我哋一個責任嚟嘅。啊，你認為係咪咁啊？最後俾少少時間你哋總結一下。係啊，即係我覺得都係大家齊心合力去做一件事，即係環保其實係好即係個人要做，即係唔係話你做就可以，即係大家要一齊去做，同埋好多嘢唔係真係咁困難。由少少點點滴滴開始係嘅生活習慣，其實就可以改變好多嘢。都希望大家可以諗多步行多步咯。講得好，Eileen。我覺得環保的話，還是要從身邊的小事做起。我非常同意這個。然後，而且不僅僅是我們這些企業的責任，或者是說政府的責任，而是每一個個人，他應該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去履行的。是 Michael。我覺得我諗今日有好多餐廳咧，聽完之後咧，會覺得哇！你哋大公司咁咪梗係講到花里龍鳳啦，乜都做得到啦。咁樣咧，我想講咧，其實環保嘅嘢咧，大有大做，細有細做咯。唔好因為你自己嘅嗰個餐廳嘅環境嘅問題啊，各方面嘅問題咧，就話你做唔到啊。咁樣做得幾多得幾多啦。因為咧，其實個個做少少咧，其實都幫助好多噶啦。嚇，好，講得好。咁我諗今日大家聽完之後咧，同埋呢個座談會同埋呢個活動完咗之後咧，我相信逐漸好似一粒種子咁樣啊，即係擺咗喺你個心裏邊，你要淋啲水，俾多啲養分佢，咁啊可以慢慢 grow，慢慢令到大家咧就對呢個環保嘅意識咧更加係進一步嘅。多謝大家。